白的老表不大老不大些。他你们记得听我忙过了，别跟他爬进去用这，他老东那这些我都看到没推荐。有爸爸，老公讲他爸爸的里边小俺公记的。呀，他把同志老表给看你不下。老表车人下不顾的连班主任没学，看俺我不。那是叫晓得哈，你晓得？有些人啊，听什么过来那里啊，村那过来看着修的，我讲俺村那里头在那呀，看着就的，对吧？车上说是从哪里的这个看着那么的味道。这前来俺你谈的他妈这马头啊，这看着那的用着用着，嘞，谈的好快，人家妈的这主人呢？热来去装你。来，他看我嘛快。有。爸爸，那老表车是老用一道。爸爸，不你去爸爸。爸呢？我不你去呢。爸爸呢？不就俺你了？不得个你嘞。你看这不过他成的竹笋噻。他这个竹笋，我得撒脚的，我你。不就俺你的三角的，他的我他到。国办啊，这包括天那读书了，我们送东西呢啊，这他们不过你来教，不过你就怎么样或者样个的，他起码呢，将来你说了拿上了嘛嘞，把说起了嘛这啊，没事，哦，穷白，那把那个强不强我把那灯给看一下哟。没有。好，你这个呢？这个把那灯给看。他叫我们里面出来，他对啊，你看你，他这个青梅他里面的了，啊，他就说那你呢，他一百40块，他说他你看老等你，里面他说那你啊他去嘛，给我去不差我，哎呀，咱老着阿爸你我。让用也不对啊，别，让用工作。他把看了说啊，他把年数了给了么？刚来洗刷啊，10年等个给娃放出口就用就开了。他里面的看了啥呢？他马上叫了，哎呦，我这个没的，国不啥的，里面那最嘛这些看起来他把了10年，没的国不啥的，人家才话那。这个买去吧，不买的。你把那人拿了嘛？这啥？我手看了这里嘛？这啥呢？看看你拿的这个，你把他起码呢，将来你说了拿上了嘛嘞，把说起了嘛这啊。